迄时，摩西甲以色列人唱即个歌，学了耶和华讲：我要唱歌，学了耶和华，因为伊是至悬至大，将马甲骑马的迄伫海中。耶和华是我的溃烂，是我的诗歌，也是做我的拯救的主。伊是我的上帝，我要学了伊。 是我的爸上帝，我要尊伊做大。请咱三甲来吟诗，圣诗24首，圣诗24首，请会众起立吟全首。 信仰，我是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是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为圣神投胎，对在西路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比拉多另外受苦，定十字架死埋葬轮舞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告我上天。 感谢你全能的爸，上帝大病，伊要对啊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是圣子，我是圣公共的教会，圣道的上通，做赦免，肉体告我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
请坐。请咱三甲高土启应文第一篇。以色列啊，要注意听，要切实遵守，互恁通照上主恁列祖的上帝的应允。伫老李甲迄个地事事兴通，人也加添济济。以色列啊，要注意听，上主咱的上帝是独一的上主，这声你着全心、全情、全力听上主恁的上帝。我今仔日命令恁，这个话着记伫心内。甲是恁的囝儿，无论伫厝内坐，伫路里行，倒地还是起来，拢着念互因听。搁着绑伫手内做记号，绑伫额头提醒，着写伫厝的门墘，嘛着写伫城门。同心来祈祷。阮伫天的阿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学了你。主，你是信实的上帝，对听主、遵守主诫命的人，主会守约，而且施慈爱，互阮直到千代。主，你也使保惠师甲阮同在，安慰阮、扶持阮。无论阮伫甚物处境中，拢有主你的陪伴，阮感谢学了你。主啊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恳求主赦免阮的罪。阮常常陷落引诱，无警醒，无祈祷，离开主的面，致使阮乱了，偏离主的教示，主的道路。阮亲像羊迷路，逐个人行家己的路。有时阮生气，互魔鬼有空芳通利用。有时阮讲出来的话，无小心得罪主，得罪人，阮家己拢毋知影。安尼无好的罪性定根伫阮的生命中。阮愿意来到主的面前，承认阮的过犯，恳求主怜悯赦免阮的罪，恳求主的光照阮，圣灵帮助引带阮，互阮会当谨慎行伫正直的路，无硬心背逆上主。知影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，认捌至善的上主才是聪明。恳求主帮助阮，阮会晓去杀上主面前做歹的事，互阮三甲用仁爱、三款待，互相赦免，通过基督的疼赦免阮，做伙同心而荣光主的名。主啊，伫即个时代，真侪引诱，你带领引带青少年事工部，祝福因兴起青少年的心灵。也求主也祝福阮今仔日的聚会，祝福新建牧师的讲道会当利益阮大家，提升阮的心灵的造就。互你的话语踮伫阮心内，做阮生活中永远的帮衬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我来报告。请掀开周报的第4页。本会消息，本主义是青少年主义，欢迎陈新建牧师代表中会青少年部来请安报告，敬请乡姐踊跃奉献甲代祷。第二，本主义
逐场礼拜举行5月份庆生会，祝福大位受生平安喜乐，福杯满溢。本会送全联礼券甲军电卡表示祝贺。第三，本主日下午3点半召开5月份定期中职会，敬请全体中职出席机构所长甲同工列席参加。4. 小会公告欢迎甲接纳张泽明兄弟成年会籍，对寿山中会惠民教会转入本会愿主施恩赐福。5. 每领取114年度奉献证明收据，会当先到公报栏来看收据的号码，然后较去到办公室领取。伫周间嘛会当到办公室领取。6. 下主日是今年度母亲节主日，邀请儿童牧区伫第1场、第2场的时有念感念文，甲第2场礼拜献诗。本会送大位母亲节份礼物表达祝贺。敬请兄弟踊跃参加。伫遮，先祝福全体妈妈母亲节快乐。具体消息：第一，学青牧区定伫5月初9下午5点半举办 Beautiful Love 母亲节活动。意思就是做你家己就是上水。迄天嘛有特别有安排来为妈妈来西装打扮，诚心邀请恁来参加，互阮有机会用行动来你讲谢谢。报名请到办公室，也是会当伫线顶报名。5月10日下午6点半到9点，阿门赞美计划团队带领恩惠的浪潮特会，欢迎大家踊跃参加，会当邀请小组员甲按处理的人做伙来参加，地点伫油厂敬拜中心。家己合作声。社员防癌保险一年保险费是1760块，5月11前接受办理，毋过过期就无受理。欢迎合作社来办理。告解消息，请陈牧师。咱高雄中华教育部去年有抄写许多行段完成的，这个稿纸已经。订做几本吼，咱会当伫咱的柜台来领取。第二，高雄牧者合的祈祷会伫5月24，就是圣神降临节，下晡3点到5点半，有要举办城市的祈祷会，主题就是慈悲祈祷，祈求主面。地点伫用力灵用堂，教会有准备好毋只前往，咱要参加爱登记，嘛会使家己前往吼。今仔即踊跃办公室来登记参加吼。感谢主吼，今日是5月第1主日吼，咱要为着咱的寿星来庆生吼，请5月份的寿星会当起立吼，来唱迄个生日快乐歌来甲祝贺吼。来，先起立哦，感谢主吼。5月份真侪人寿星吼，感谢主，来。祝你生日快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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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你生日快乐。
咱三脚来祈祷，祝阮为着5月份的寿星来祈祷祝福。感谢上帝，互因伫5月份来出世。5月份是母亲的节日，也是一个充满疼、感恩、孝念的这个月份，会当孝念老母的疼，会当10个月的怀胎生了恁，所以那感谢上帝感谢老母，搁感谢上帝互恁会当得到伊的救恩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功劳，会当得到救赎，得到赎回，出世入活，伫基督内面有新的活命，会当成做上帝的宝贝仔囝，会当明白家己上帝囝儿的身份，常常会当伫上帝家中来服侍伊，会当来荣光伊。主啊，阮恳求你赐福阮的寿星，叫因心所求的、心所盼望的。主啊，你听因的祈祷，感纳因的所求，互因会当凡事亨通顺利，身躯勇健，亲有灵魂勇健之样。也因为诚做家庭伫即场伫逐所在，拢诚做祝福的源头，诚做听的出口。主愿你施恩赐福，听阮的祈祷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拍婆啊，请坐。请咱三角来恭守上帝的话，记载伫出埃及记第20章第1节到11节，出埃及记第20章第1节到11节。上帝吩咐这个一切的话讲：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，捌带你对埃及地、对做奴才的家出来的。我以外，你毋通有别的上帝。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，不论天顶、地上、甲地下，水内所有的物，拢毋通做伊的像，毋通敬拜因，也毋通服侍因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，断断毋容允用别的上帝欺骗我。怨恨我的，我归咎伊的罪，对爸到囝。到3代到3、4代，听我守我诫命的，我施恩予伊，直到10代。毋通滥散称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，因为滥散称伊的名的人，耶和华的确无掠伊做无罪。着记得安息日，守伊做圣，6日内应该着活做你一切工。独独第7日，就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来守的安息。即日你甲你的囝、查某囝、奴仆、女婢、前生，以及踮伫你中间的出外人，一切的工拢毋通做，因为6日内耶和华创造天地海，甲遐中间万物，第7日就休。所以耶和华赐福伫安息日，设立伊做圣。以上愿上帝的话点伫咱心内。此时学了，请相念圣歌队。
只是讲到，请当心见牧师，追星有错吗？追星有错吗？感谢平安，感谢主哈，不是迄个新建牧师啊，伊应该是小陈牧师啊，我这老陈牧师，感谢。时间过了足紧哈，2016年哈，伊还搁伫遮做单团队哈。即马已经2026年，经过10冬吼，有机会2冬去加拿大读英语搁倒转来有受聘伫味道教会8冬，即马是中华青少年部的部员吼，即帮有受派伫青少年的主任吼，来咱中间来请安报告甲募款吼，所以会使有伫遮要讲道吼，咱嘛拍鼓欢迎伊，感谢主。陈牧师、世尊牧师，咱中间每一个敬听的中职，也是姊妹大家平安。感谢主，这个机会让来到咱的中间来分享，这个青少年部的事工，咱嘛伫遮做伙领受上帝话。伫即个开始，我有一种感受，上帝毋敢是看见青少年真有希望，伊更加看见每一个属伫伊的人，虽然到老，伊嘛无放弃。感谢主，看见咱上年团契。上年圣歌队咧吟诗，伫年老的时阵吟诗的声，甲少年的时阵吟诗的声无共，总是伊拢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声。我相信主你有一个真大的祝福，就是那就转来伫白家有上帝听，所以刚好你对边仔人讲。我是因为受主你的祝福的人。今仔日来到这个中间，有几项特别有一项事，甲大家来报告，以及要用上帝话语咱做伙来领受，互上帝真实伫咱中间来做工，感动，互咱一世人拢伫伊的手中，诚做奇妙的工作。所以头一项要甲大家来分享，就是即个咱中华青少年部即届有一个计划，7月13到19要去到澎湖来底选。检查咱中间有的人过去捌伫澎湖来大汉，这嘛是离咱真近的一个所在。有时阵。毋是迄个所在距离远还是近，咱是敢有人伫意伫迄个所在。所以伫上帝引带个带领伫阮青少年部才会讨论，即几档拢有安尼派地选队去。总是感谢主，今年真特别，今年有95位的青少年辅导甲牧者来参与伫即个地选，这通讲是
近来真少看见安尼青少的时敢有遮侪回应，无论是办聚会，还是逐款的训练，为着安尼有真侪遮的青少年献出感谢。我们要分别伫七米、伫启明、伫新生、伫西斯甲马经教会来举办这个儿童营，并且甲教育部有建立这个主日学大会。这个过程，可能伊会当达到超过200个囡仔。这200个囡仔，有可能是遮培育所有的囡仔。阮求主帮助咱。帮助即个底选队嘛，请咱做伙为着即个底选队来祈祷。这毋敢是一个祝福当地的一个行动，伊更加是一个温度训练、装备陪伴青少年的过程。阮期待讲，透过即个底选，青少年会当伫即个服侍中间受主来塑造，互主来兴起，加做即个世代分配做成，互主来使用那细年人。拿西尔人，所以我嘛伫遮搁一届邀请大家会当做伙来参与。伫即届底选中间有牧师，有遮辅导同工，即青少年部全部支付因的遮甲大，这所有的费用，所以伊是一个真大的开销。总是我们相信，投资伫上帝国，的确无后悔；投资伫上帝国，伊的确要搁较侪来成长。所以邀请大家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有时间出时间，奉上帝的心意，今仔日就成就伫即个地上，哪像伫天呢？讲到这，咱讲到即个青少年，即个青少年，我毋知你身躯边敢阁有囡仔，敢阁有青少年，或者是伫你的内底，你本身就是迄个青年。即个时代有真侪物件真紧的变化，有真侪即个媒体，甚至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生活状况，因为太侪物件咧吸引，所以嘛伫遮甲大家分享即个题目，讲追星有错吗？追求一个即个明星歌星敢有啥物毋对？或者是追求看一个影片。感觉讲即个物件对我有真大的帮助，甲精力敢有毋对？所以对咱要接续牧师要甲大家分享即个信息，咱嘛来思想一件代志。即个追求即个名声，其实伊将来拢毋是问题，乃是伊放伫啥物位置？即个物件伫你的生命有偌重要？所以咱嘛诚实。来面对安尼的问题，真实有可能你受到某一个戏剧来吸引。我相信有真侪人，即个看即个8点档连续剧，已经是你一世人咧做的事。甚至这物件，你真恶地来否定讲，伊对你有影响。你投入你的时间，投入真侪物件，甚至有的人佮看到一个程度，伊爱要去甲即个人有一个。面对面，伊投入伊的感情，投入伊的时间。总是你咧安尼做的时阵，诚做一个基督徒，你的心内底加减会想讲，我安尼做，敢会离开上帝？我安尼敢有属灵？总是其实问题定定毋是对甲毋对，乃是伊伫你生命的位置，敢有放伫对的位置？伊伫你的生命有偌重要？我毋知大家对即马诶青少年诶人物有偌济，检测毋是每一个人安尼，有个人咧追求即个名声，有一届看到一个采访，咧采访一个若像一个明星，即个明星的即个后援会的主要负责人，伊咧分享到即个因即个追求即个。歌星也是偶像，伊生命因中间的运作。伊讲，若一般上轻的即个，伊意爱要追求即个歌星的这粉丝，伊差不多每一档是开2万到3万的开销来做即件代志。
这个开销差不多是即马一档看3场到4场演唱会。总是有的人毋敢若是安尼，伊更较因为伊爱即个歌星，也是即个影星到一个程度，即个影星去到倒位，伊就缀到倒位。无论去伫台湾、伫日本、伫亚洲、澳洲、伫欧洲、伫各所在，因为爱到一个程度，伊一档的开销有可能破100万。哇！这100万是安怎来？这100万有时阵是对爸母来，总是嘛有真多是伊家己欠长内度所欠来。为什么人会愿意安尼做？为什么有即款的代志？所以今仔日咱嘛要问讲，即个对钱有毋对吗？我毋知你听到遮，你的心安怎想？总是咱会当一步一步来想，追求即个歌星还是明星，无一定甲信仰有冲突。安怎讲？因为对圣经的角度，上帝创造了即个世界，互人有伊的灵、伊的魂。即个内底包含了咱的情感，咱看一个物件会水。包含了咱理解一件代志的能力，这物件本来伊是好的，那就上帝看伊所创造的拢是好的。所以咱嘛思考，咱看一个物件，当咱介意一个明星还是歌星，伊欣赏这个歌星所唱的歌，伊所演的戏，伊遮的能力，甚至因为这个哪像一个伫伊生命激励伊开始来学习的即个人，伊所讲的话，就哪像头拄我讲，即个主要负责任因为什么伊会遮尔投入？因为伫伊的行做，哪像互伊看见一个伊生命毋茫要学习的典范。伊安尼讲，有一个即个女团，就是一个名气的一个团体，其中有一个人叫做徐玄，即个徐玄伊的一个。放伫内底真要紧的座右铭是安尼讲的：最后胜利的人是善良的人，最后胜利的人是善良的人。因为安尼有话点伫个内底，伊决意讲：我一世人要成做一个正直的人，我要成做一个善良的人，好好款待人的人。我无因为我家己的利益牺牲别人的好处。安尼代志影响了一个青少年，甚至伊会当组织真侪人伫即个中间来继续受到安尼好的影响。嘛有可能你的生命受到一个故事来影响，你看了真侪戏剧、真侪遮的电影，透过一个故事来受感动，透过戏剧来理解你的人生。最近牧师有机会看到一出影片，我感觉那像真真实，嘛是真。搁一摆来唤醒咱即个时代，咱人生所要追求的。伊咧讲的即个题目叫做日租家庭，就是你要得到一个家庭，还是得到你所要爱，会当照一天一天来做。你做啥物？你做一个单亲的家庭，要做一个老爸来陪即个查某囡仔，即个老大人伊无人陪，租一个人来陪伊经历伊的人生。有真侪人的需要，伊咧讲戏叫讲开一间公司，提供安尼的需要。我毋知你听到安尼的时阵，你敢会想讲，我嘛想要做一个？我内底有一个需要，总是无人伫意，我的厝人无人无伫意，我身躯边的人，我一直咧表达，总是伊拢无人回应。不如我家己来，我用我会当用的气力来找到安尼帮助。所以，这个戏剧其实咧讲，人这个时代有可能伊的感情真需要有人回应。总是你用做的，伊敢真实会当回应你内底情感的需要。这个时代有真侪社群，这媒体，每一个人拢哪想展现伊上水的迄面。所以
即个时代，可能无欠观众，上欠的是你敢会当活出你真实的家己。你毋是为着别人来活，你嘛毋茫真实的我是受接纳的，是会当真有得到人会看会注意，会当真实活伫咱的人生内底。所以伫即个追求即个名声，或者是看真侪影片、戏剧的过程，你会有一种感受，就是你会因为安尼物件，你定心要活出一个无同款的人生。有的戏剧有可能带你歹的所在，有的物件却成做你生命哪像一个新的出口。有真侪人为着要追求即个名声，去到世界逐角落，你通想讲，伊去到迄个所在需要啥物？需要学语言，伊要做遮影片设计，要甲伊的即个歌曲来加油，伊需要有真侪物件来成长。伊会当对台湾去到逐个所在，其实你若好好想，这是毋是一个简单的事？总是遮个物件，因为内底渴望帮助伊成长。我毋知你敢有听见啥物？你敢有感受着啥物？对牧师来讲，这哪是即个时代要回应上帝国所需要的动力。当咱的生命对上帝国、对上帝听有真实咱的回应的时阵，咱嘛会当突破逐款的限制，突破你即摆的职业，因为上帝踮伫内底，伊愿意学习。嘛咧讲，这是咱会当服侍的可能性。你生命有真侪可能性，只要你找到迄个价值，无有咱袂当付会起的代价，只有咱看袂到的价值。当咱内底付的价值的时阵，咱会当行出一条无同款的路。所以咱讲追求即个歌星，伊本质中间其实无问题，因为伊是水的，伊是好的，伊若像一个典范激发咱诚侪更较好的人。总是重点，毋是咱敢有对，是咱敢有互伊坐伫上帝位置。如果这物件坐伫上帝位置的时阵，伊都有可能变质，有可能甲咱的信仰有冲突，然后伫咱的生命诚做咱的生命的亏损。所以接下来要甲大家分享是啥物时阵，即个本来是好的物件。那就一个好的典范，甲模范伫咱的生命，变做咱生命中的偶像。伫圣经中间，咱今仔日所读的经节，嘛有讲到讲，毋通雕刻偶像，毋通甲跪拜，毋通甲服侍。圣经咧讲，偶像毋是歹的物件，偶像是啥物？是将咱会当看见，咱会当将爱，会当满足咱家己的物件来取代上帝。所以讲，偶像会当是任何的事。准讲伊是一个好的事，当咱将伊当作是咱生命上重要的，这物件会一步一步诚做歹的事，诚做控制咱的偶像。所以咱嘛要搁进一步来思想，为什么人会产生偶像？为什么人会将这物件变做偶像？有几项原因。刚才伫咱今仔日中间，咱会当放伫咱的心内底，诚做咱的祈祷。第一个原因，因为你咧追求的物件一直无实现，你看过真好的物件一直无实现，你对上帝的祈祷追求，上帝一直无回应，你担袂牢。伫你的内底想要照家己的意思，要来控制这一切局面，这物件就诚做你的偶像。第二项，就是将礼物当作偶像，上帝有互你真侪祝福，总是你将这个祝福当作上帝。但那像当初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起拍起做这个金牛犊，做这个牛金的牛？为什么？伊将这金的物件当作偶像，当作这哪像真有价值，哪像礼物的物件变作偶像。同款，咱嘛会将咱的文书、咱的工作、咱的祝福，当作咱所挖开的偶像。甚至咱通讲，为什么伊
会做即个牛，毋是做马，毋是做狗，毋是做鸟仔，毋是做其他物件。因为咱伫即个世界伤久，你敢有想过，为虾米上帝需要定一个界面叫做安息日？这是咱重新会当过活的一个日子。因为如果咱若踮伫即个世界过头久的时阵，咱实在有可能咱就失去了上帝对咱讲话的机会。即个世界有着侪价值观，以色列人会做会做即个金牛，就是因为伊伫埃及踮的时间真久。金牛哪像一个带来丰盛，带来伫即个异教，伫即个埃及一个真要紧的象征。所以因的心内讲，我想要搁较侪，我想要搁较侪，我要互我的好处搁较侪。总是如果若无上帝，一切拢是枉然。即个社会人嘛，咧对咱讲，你着爱敬拜啥物，你着爱找啥物工作，你着爱找啥物太太，你着爱找啥物款的，伫你的性命你才是有价值的。即个时代，咱嘛通进一步来讲，啥物是咱即个时代的金牛？即个时代的金牛，有可能是工作甲成就。特别伫即个时代，有真侪查甫人，为虾米伊真恶劣会当找到拄好的当伴？因为伫伊的性命内底发现讲，真侪查某的成就比伊搁较悬。总是即个环境来讲，你的成就，你做查甫人要饲家，你工作甲成就就是上基本的。所以伊更较将即个工作甲成就掠了真重，甚至做即个查某囡仔嘛安尼想，却袂记了上帝互两人诚做肢体，是诚做一体，毋是一个人负责一个家庭，甚至毋是一个人咧负责饲耶稣基督诚做伊性命的主，诚做即个家庭的主。咱的即个时代，莫讲自我的形象，过头注意外表，有真侪物件，有真侪技巧会当哪就将家己装了真好，总是你永远有一个无安全感。即个社群的媒体，逐工咧变化，有真侪消息。我毋知你每一工透早起来，头一项事是做啥物？有真侪人，伊头一项事就将手机仔摕起来，咧查真侪消息。有真侪新的消息，互伊感觉讲啊，如果我若无得着安尼新的消息，安尼我可能有问题。甚至有讲有一个趁钱的机会，咱无得着的时阵，啊，我可能接受会有危险。这物件伫你的内底咧影响你，嘛有可能是亲密的关系，你甲你的同伴的关系，你太太、你的丈夫、你的囡仔，甚至为着咱咧追求即个名声。伊所发生的物件，咧影响你，咱的兴趣，咱内底所有会当趁到钱的物件，咧影响你。我嘛感觉真趣味，今仔日是今年是即个马年，即个马年有真侪人用马来做一个，那就一个吉祥话。我有一摆去一个餐厅，伊内底有一个吉祥话，叫做玛丽多多。我毋知你敢觉？会当知影啥物叫玛丽多多？money 钱真多。你咧展现一件啥物代志？人的心受金钱咧影响有够偌深，伊所想的一切，伊的成长、伊的丰盛，拢甲钱有关系，却袂记了可能伊的家庭，可能袂记了伊就是迄个真有尊贵、真有价值的所有的物件。如果离开了上帝，我上所互咱的会应允啥物？定拢是看会到、摸会到，甚至哪像有，结果是无的。我上总是过头的应允，互你哪像即个时阵你就满足，总是你哪行哪无路。只有上帝能互咱真实的自由，只有上帝互咱有真实的丰盛。所以咱嘛要来问。咱要安怎知影讲？咱已经过头啊！咱已经互这物件做咱生命中的偶像。咱通问家己一个问题：咱今仔日心情敢有互某一个物件来影响？因为这个物件，必须互我真烦恼、真惊吓，
可能是你所看的物件，可能是你伫意的事，到一个程度你无伊袂使。总是上帝咧讲，除了我以外，你毋通有别的上帝。你的生命敢有一个上帝，互伊咧影响你？却迄个上帝毋是咱应该追求的即个上帝。第二，你的生命敢有一个你的满足到底是倒位来？当你空虚压力大的时候，你第一个超出的是啥物？圣经讲毋通雕刻偶像，毋通跪拜伊。上帝所伫意的，是你需要的时阵会来追求伊。因为上帝知影，你第一个追求的人，就是迄个上重要。总是上帝看咱是迄个上重要，所以伊意爱伫你上重要的事，会当来找伊的面。伫你的生命、你的身份的认同，到底是啥物？到底是你的工作，还是你追求讲哦，我是某一个影星的即个粉丝？我上了解这个。你敢有互这个物件超过你是上帝的囝？你讲我家己是一个基督徒，总是你问你对圣经一问三，一问三不知。最最圣经你毋知，对面对真侪偶像或者工作，你真清楚。还是咱家事待人处事，有时阵甲一般的人无啥共款。总是耶稣讲，即个上帝伫即个10条教人讲，毋通懒散称耶和华你的名，我一定无将伊当作无做。伊需要你甲伊的关系是清清楚楚，是愈来愈明白，真实知影伊是听你的，真实知影你伫伊生命是偌重要，伊是生命，伊伫你的生命有怎样水的计划？咱嘛毋通问家己，你的生命优先的次序是啥物？你敢会将某一个物件看作比上帝关系较重要？你敢会将某一日看作比安息日、比主日较重要？主日其实是一个上帝祝福你的机会。有可能你一礼拜过了真艰苦，总是你要伫主日，真是得到格外的开来。这个安息是真实的，这个安息嘛是你的生命重新转来伫上帝计划，甚至上帝祝福内底。什么时阵会变做偶像？当咱将这真水真好的物件来取代上帝，伊就会变做偶像。所以讲到这，牧师毋是讲信仰要将咱的一切物件甲摕走，咱是将伊会当放伫对的位置。真侪咱的兴趣，这一切的关系，这侪成就，甚至咱追求的物件，甚至咱讲金钱，这毋是一个任何游戏，毋是有上帝就无金钱，毋是有上帝无安尼的兴趣。咱是上帝真正伫意的是，你互什么人加做坐伫你生命中的宝座，加做你生命的上帝。马太福音6章20，伊才讲你的财宝伫倒位，你的心也伫倒位。上帝毋是咧抢夺你的兴趣，伊若是咧保护你的心。上帝毋是咧抢夺你所追求的，伊是毋通互你所追求的来取代上帝你伫你生命中的地位，毋通互任何的物件叫做你上落尾的瓦靠，毋通互上你所敬拜的物件、追求的物件叫做无限的瓦靠，毋通将你的心、你的时间甲这金钱来交出去，因为这一切拢会有可能会过去，甚至有可能会坠落。总是上帝是信息对今仔、对古早到永远无改变的上帝。所以咱要通问讲，咱要安怎无互这物件做咱的偶像？咱会当一步一步来，有三个真简单的会当调整的。对设立界线开始，这是设立一个疼的界线开始。上帝要保护你，保护咱每一个人。当咱生命有挣扎的时阵，讲主啊，你保守我的心。所以咱通咧追求一个物件的时阵，咱讲主啊，你帮助我管理伊，毋是互伊诱去。求上帝，互我
咧看这个影片的时阵，无影响我甲上帝的关系、读经的机会、祈祷的时间，甚至我甲人的约定。有时阵咱追求到一个程度，忽略了到边仔的人的需要。上帝互我有一个界线，进入你的保护内底。第二，如果你会当头一个当做好的时阵，伫即个界线的时阵，你会当思想讲，我所看见的这影片，我所追求即个名星，伊所唱所讲的时阵，伊互我看见啥物？上帝，你安怎看安尼的代志？这物件，我可能有认同一寡物件，是毋是上帝所欢喜的？上帝，你对我来讲，互我会当领受你所看见，你安怎理解一个生命？最后，如果你若会当搁进一步，讲每一届拄着安尼挣扎的时阵，伫我内底有真侪物件咧影响我，互我真侪惊吓，迄种烦恼的时阵，我搁一届将我的情绪交互上帝。主啊，我将即个感受交互你。主啊，我将即个烦恼交互你，因为你是我生命上落尾安息的所在。伫你的内底，我要得到真实的帮助。最后，牧师要甲大家听入一个所在，咱就思考，为什么咱会受到这样的物件来吸引？为什么咱会不断追求？我相信咱有拢买一寡物件，有的物件你买一届就袂搁买，总是有的物件是顶一代安尼用，这代嘛用安尼的物件。为什么？伊的确伫你的生命带来一寡好处。有时阵咱咧看即个影片的时阵，其实伊嘛哪像咧回应咱内底一个需要。咱就看安尼的影片的时阵，咱感觉被理解，咱是有陪伴、有情感的需要，咱不知不觉投入伫迄个中间。所以你讲即个影片啊，是种追求即个名声，伊毋敢是表面哪像真趣味，伊有可能咧回应咱一寡需要，甚至咧提醒咱内底一寡需要。啥物需要？咱需要得到拯救，咱的压力需要得到透放。伫迄个内底，咱就看到一个愿望。咱看伫即个角色内底，咱感受讲啊，这就是我，这就是我。我是安尼受欺负，我是安尼找袂着路，总是哪像有一个愿望，我会当安怎做？伫我的内底，敢是有一个情感的寄托，有一个依附。伫内底我找到安全。伫迄个影片内底，我找到认同，感受迄个得到听生命的意义。其实咱今仔所读这段经节，头一句，伫讲毋通做啥物，进前头一句是啥物？头一句讲，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，捌将你对埃及地带出来。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，我捌将你对埃及地做奴隶的地带出来。然后伊才讲，毋通有别的上帝，毋通调去偶像，毋通滥插称耶和华你的名，着记得守安息日，守为最圣。所以咱通知，这了解重点毋是禁止，伊是保护，咱是真实的听。伊真实的听，伊知影你阁会转去，伊知影伊如果若无真实领受这个听，诚做迄个做囝，你的确会转去做奴才。哪像这个浪子回头的时阵，伊转来所求的，毋是做囝，讲我要做我老爸的奴才。总是上帝看你做囝，伊叫你出来，才了解是要爱你好啊，诚做囝。咱的生命拢在要追求一个，会当诚做咱生命的典范。这个典范是袂改变，伊是袂会变心的。伊真正理解我，会当承接咱所有的感情，无论是负面是正面的。伊听咱，接纳咱，在意咱，诚做咱上坚强的靠山。咱拢咧追求这个人。圣经甲咱讲，只有耶稣会当扮演这个角色，除了伊以外的无有别的拯救，因为伫天下人间，上帝无数别的名会当互咱得到拯救。耶稣伊家己嘛安尼讲，
所予我的，拢会来我遮，来我遮的，我果断袂弃杀伊。今仔日牧师伫遮，毋是要求咱要放弃啥物，咱是一个邀请，将咱的心放伫真正值得咱追求的所在。愿咱的生命、咱的生活、咱的兴趣、咱所追求的物件，拢无放伫上帝的位置。咱是互上帝加做咱生命的中心，加做咱生命所看做上重的所在。互上帝来引带咱的路，互咱真实，真做一个受祝福的囝儿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互阮今仔日搁一摆来思想主你的10条诫。我相信这10条诫是一个做老百姓，是一个对天顶来的祝福。愿主你真正祝福每一个今仔日听到的人，听到一个爸的声，伊无阁是奴才，咱是伫伊伫生活的每一个部分，拢会当不断来回应主你的听，因为你的听是遮尔真实，所以伊会能伫逐款的物件顶悬来展现伊的权势。成做一个好的服侍者，做一个好的治理者，伊管理者所有的物件，伊的时间、伊的金钱、伊的关系，拢哪像阮甲主的关系，会当受祝福，哪像上帝你当初所创造的一切拢是好，一切拢是水，并且吸引这个世界还未明白你的人。主啊，感谢你，愿主你赐福踮伫阮的中间，开启阮的心，互阮搁一摆受激励，互你来引带，食做你的囝，荣光主你的名。阮的祈祷拢是奉靠最后所祈祷的名。阿门。请吟回应诗159首，请起立吟全首。世间起舞的心。
而且咱愿徛伫咱来带倒，为着咱家己真正会当真正敬畏上帝，甲上帝下伫咱生命的第一位，互咱会当得到自由，得到保护，得到伊赏赐咱囝儿一切权柄福气。咱为着家己也祈祷，为着咱的家庭，为着咱的工作，咱拢带到主的面前。咱也为着咱软弱的肢体，咱也感谢上帝，伊的医治，有侪是人对病痛得到医好，有人伫治疗中，求上帝继续施恩，互因当紧紧得到恢复。咱也为着咱的肢体，检测有拄着意外，有拄着困难，咱也知影，咱也奉主的名甲因祝福。为着咱的教会一切这个报道的时间，培养的时间，拢得到上帝祝福。为着后礼拜是母亲节，为着所有的妈妈来祈祷祝福，望伫这个节期，上帝祝福伫家庭。咱嘛为着咱的国家来祈祷，特别为着总统会当顺利到伫咱的友邦斯瓦蒂尼。伊的一直出入行程拢会当平安顺遂来祈祷，嘛为着世界和平带到主的面前，求上帝怜悯。而且咱有什么款的祈祷，咱通排列，举起咱的双手，呼叫主三声来祈祷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！现在最后说多谢你，所有阮伫清醒联播的主力，主啊，阮特别感谢你，互阮的中会。会当有青少年，这青少年伫暑假也要到伫平和的所在来底选，主啊，你着祝福因，互这几百位的青少年诚做火种，透过因去到平和，会当去地球的宣告，互上帝点倒因心中的火，互因会当真正火热起来。会当一世人来敬畏上帝，甲上帝启伫因的生命的头一位，会当来服侍上帝。主啊，求你祝福，主啊，你也今日透过你的话，互阮每一个人拢会当真正将上帝诚做阮生命的头一位，至到互阮所有的一切拢诚做祝福。最后说，多谢你祝福你的教会，互你的教会。做这软弱的肢体，透过阮同心合意的祈祷，上帝你救赎的恩典、医治的快乐充满伫，互因会当得到恢复，互因得到勇健。主啊，阮教会也有报道的时间，有栽培的时间，牧养的时间，求你拢施恩，求你拢祝福。主啊，特别阮伫你的殿中，阮特别为着阮的国家祈祷，阮的总统。会当去到友邦斯瓦蒂尼访问，这是非常的困难的代志。但是上帝你保守，互伊会当透过这个访问，建立甲这个友邦较好的邦谊。主啊，互台湾会当伫世界会当受承认，伫世界会当发挥台湾的温素来祝福伫日邦列国。主啊，阮也为着世界。真正伫战争中间带来真侪破坏、真侪艰苦、不吉的波动、能源的困难。主啊，求你怜悯，求你施恩，求你看顾，望互世界这有战争的所在，紧紧会当得到和平。最后说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会当伫你的殿中敬拜，伫青少年主日，求你祝福伫青少年部的时间，特别今年伫。平和这个底选，这大的团队，主啊，求你祝福，互因一切拢得到上帝你的保护，上帝你的供应，互因会当做美好的工，特别互这少年人心会当火热起，会当复兴主你的教会。主啊，阮多谢你，阮有做者兄弟姊妹软弱，主啊，感谢你，你是阮的救主，你也是医治阮的上帝，愿你医治的权能伫阮的中间。我做人经历你，嘛得到医好，得到勇健。主啊，互阮每一人拢会当来敬畏你，
热心服侍你。主啊，赐福阮的国家，这个世界有你的同在，有你的保护，有你的平安。听阮的祈祷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请坐。咱带着诚心诚意的礼物来到主面前，请祭司来服侍。啊，这咱也有感动，咱有青少年部的红莲乐啊，吼，啊，咱会当为着青少年的事工，我相信咱的教会青少年未来这一代，若会当得到兴起，教会就会当得到复兴。咱爱为因祈祷，嘛关心伊，嘛透过咱的奉献，诚做因的祝福，诚做因的帮助。主爱天父，阮感谢你，赏赐阮伫事农工商拢有好的得会财的能力。阮奉献淡薄的金钱，做教会传福音事工的路用。愿主接纳阮的奉献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祝福查看咱吟圣诗26首第3节。当恁通平安去，互恁会当独独敬拜三位一体的上帝，大声求伊的国甲义，就一切美拢要赐互恁。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圣神的相通感动，甲恁正大家三甲地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立到闭会。